大家做保安呢行咧，有冇試過當你主管放假嗰時，或者係人手唔足夠時，就特別容易發生意外啊、投訴啊、突發事件。就好似尋日我放假，咁咧就嗰個盤咧就發生啲警鐘響咗啦，跟住平時頂我位嗰個伙計咧就彈死雞啦。唔知點樣做啊，彈上彈落依樣嗰樣，咁消防車到咗，結果咧就話鎖匙咧都按唔到，咁佢消防咧就要破門入去消防廳度搞嘢睇嘢咧。咁平時呢個同事咧都喺呢個盤咧做咗幾年啦，有咩事原來發生嘅就原因都係唔識係點樣處理。好多伙計咧就話平時牙針針話做咗好多耐時間，但係當有事發生咧，原來咧好多時咧就唔夠經驗去處理，所以咧有時咧保安主管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職位。如果你真係唔夠經驗嘅，你真係未必適合做呢個職位。大家有冇遇到啲情況咧？就經常就唔夠人先發生事故，搞到好多伙計彈晒雞嘅。如果大家遇到咁情況嘅，歡迎喺留言分享下平時點樣處理。當伙計發生時，大家會點處理咧？咁首先當然就去消防片段睇下咩位置啦，去現場了解係咪真係火警啦。所以大家咧就唔使咁騰雞嘅，好多時都係啲唔明咧，保持冷靜係處理投訴突發事件嘅一個好重要因素。OK。